钓公钓妈幸福个。钓鹅妈妈就会上来嘞，钓鹅爸爸食材当欢喜。記得要夾夾青豆腐來鋪卵，等釣子出卵殼。釣公釣媽很喜歡輕巧的幸福個解讀薯條。解钓啊，我本钓子最大解钓。哦，今日钓愛幾大呢？我解釣子地幅度走來走去，跳上跳下，都唔會撞到東西。哦，愛啲咧。讀薯條帶領釣公釣媽兩公婆去簽養國釣爸爸。到咧哦。一大寶係摸熱頂台，見人多就係按呢計木蓋哦。好遠哦！很長大的繞欄土紅呢，解到社會人過唔當教育啦。不過到嚟眼不透。哎呦，我吃到很冷哦。很得影響哦。解眼部，佢兩公婆南吃吃來水木，天兒照先。老公，我下鹽水咧。那對釣公釣媽寶妹冇為了熱頂大家屋個，佢倆就如隻狗去簽讀薯條。解釣啊，我本成日呢最安全解屋。係啊，天才要熱頂執解屋哦。哦，安樣好，好啊。讀薯條真見少嘅一件最執解屋。個解釣那當天咯。老公，我肚臍很重啊，我叫唔起嚟啦。後來佢哋又換嚟夾件屋個，又會太臭，又會太黑，合適佢哋寫嘅屋到底點嚟呢？寶妹，解釣四個就做得了成日呢大橋下解屋時候。我肚臍會生卵啦。好，解除了件好冇哈？要前度了咗地好冇啊？今日釣公釣媽兩公婆入新屋，釣鵝媽媽上嚟洗粒卵。釣鵝爸爸知道，貴婦人做錢血窮下，真經很雜呐。